两个 n 就是鼻音啦，n 就是这 n 就是鼻，n 就是鼻音啦。啊，你咧讲的时阵吼，咱本来啊是干那对嘴出来对无？我嘴啊摕起好啦吼，袂使吼。我咧讲啥你会听无？啊是干那喙出去对无？啊，你即摆讲的时阵，对鼻腔甲喙同时哦。咱本来干那迄个声干那对嘴走出来。啊，即摆对嘴甲对鼻腔。一寡对鼻子出来，有一寡对嘴出来，安尼就对啊。用安尼就要我这头前个，这你要录音会使录音过来，若是爱吼，爱搁加一个，就是。这就是咱就是咱讲食迄食包啊，有包第几声莫讲这若是爱，本来是伊即摆对鼻腔对鼻腔出来，这就是吼，字文母就是鼻子吼，鼻子甲嘴巴吼，鼻子嘴巴，同时发音的，同时出去，同时出去的，鼻子甲嘴巴吼，我写安尼，同时出气。喙也要出来，啊鼻子也要出来，安尼。本来是也要做过来咯，有人讲有人讲对无？哦，你要就吼，这是这我就歹写过来，两个 o， 两个安尼写来歹写，转省略一个 o。过来 AI 后壁搁两个 NN， 本来 AI 是做 I 对吧？变做 I， 过来呀，搁后壁搁两个 NN， 这个就是一个吼，这我写一个嘛是，这差不多这嘛是字，有的讲有的讲，有的讲你讲红你讲红哦，读出时个救火车救火枪这边来写伊也是写迄个有啦吼，不过这无一定迄个太明吼。
就是啊，你为的央，本来是央，你对平方出来央，叫做央，哦，啊来腰嘞，腰就是鸟嘞，鸟哦，写在啥 ？I A U，后壁 A 就是鱼，腰，到后壁要写腰，哦，腰伊只写安尼啦，这字你若无对啦，腰叫腰，遐内底有哦，遐内底课本内底有哦，有啥物款换三换，换就换啥？一个换好啦，换。当然换是第二声，咱才不管，咱才就从第一声讲较紧啦吼。迄第二声第个不管吼，换吼，啊过来换，无去换迄个换。唔照迄汉关，啊，若公门甲关起来，伊个是念一遍吼。啊，伊，o，I，呀，我咧讲你若袂会骂你吼，你叫声都袂知影，把这音写出来。你用好做几次，人也做袂出来。规本了袂晓写。啊，但是罗马字写甲足清楚，你大练落声，你就袂晓吼。搁一摆哦，来，啊，伊，o，I，呀。吼，啊这吼，恁若有咧像遐个时候，伊就去加听几遍啊，就听有吼。啊，过来伊底有几几啊个，咱几几啊个念看卖吼。第一个是的啊哒，讲一个哒，过来特啊他，我大家爱讲特啊他。三吼，啊，过来第二组，P E P，过来第三组，B E B，Z E Z，这就是漳州腔、泉州腔吼。念了无啥共款，你讲迄平平，感觉皮肤平平，嘛有讲皮肤边边，哦，两个伫遐相争，伫遐相争嘛，有讲对无？哦，天顶的青，啊，阮是讲天顶的青，拢会使吼，这袂要紧吼。啊，但是你若是为虾米要爱学这罗马字？你若后放要写文章，你要家己的音，你细汉咧讲的音，互人知影，你就爱注音嘛。就爱写罗马音嘛，无人咧读你讲天顶一粒，你细汉讲天顶一粒青，你前细汉是讲天顶一粒青，但是我就干那要讲天顶一粒青的。你讲毋是我的意思，毋是你就爱写出来啊，爱用罗马字来写就真清楚啊，就非常清楚了吼。过来哦，写汉字后过来过来你抓吼，过来第五抓 I， 个 I 改，你狗仔若去互踢着，就这改，啊伊改就写安尼啦吼。你若要去考教育部的考试，若要考认证考试，迄汉字要照这个，汉字，迄个汉字教育部有公布的，就是要照这改着，迄只狗仔改着。一个苦，搁一个济吼改，这内容你若所有注音符号无注音符号通世界无人咧用，干咱台湾咧用，通世界干咱台湾咧用，你出去外口就无效啊吼。啊，你这改吼，
有个人吼足惊食苦的，小可做着工课就安尼嗨嗨叫有无？嗨，过来哦，惊，好惊拼，哦，较只拼的拼啦吼，较只拼的拼就是拼啦，拼，哦，拼了，拼了，咱咧猪肉内底拼了是多一部分吼，拼了，拼了吼，拼吼，到我较只拼了，过来，好影拼。嘶影声，我来讲句，你知影无？若唔知影，你唔免客气哦，你就举手讲，啊老师，你讲我都我会互我啥看无？你就举手就好。嘶影声，过来，羊就是我即个羊啦，我咧写我即个羊吼，我姓羊，我做杨进如吼，大家拢捌我啦吼。羊吼，我创台语创30多年啊吼，过来羊吼，倒羊张，张线咱才有姓张的声，你举手有无？咱即个底无半张的哦，安尼好，安尼有个人做爱张的吼，有人做爱张的小可代志就爱张有无？张错好无？啊，毋是张一摆哦，上侪张到偌济，你知有？18张啦。有人带18张的无？你新港吼，新港一个所在有这18张。还佫倒一个啦。有咯，伊新港遐有一18张哦。你讲无出来。哦，迄就是吼，以前咧开垦啦，哦，咱咧开垦，咱以前这拢是拢迄个官青咯，诚侪种迄杂草，就讲迄杂木啊，迄落啊树声，啊要开垦做产能，较开阔的所在，啊，迄个清朝政府就配一互你，配一张犁，一张犁就摕去做5架田，所以你讲我只有这3张犁，就是迄个所在。那一块比牛吼，迄个平原差不多15架左右。啊，迄个所在吼，这12张犁有听过无？12张犁伫迄个和美新庄国小，嘉义你遐对无？有人住遐无？唔知啦吼，你哇，你爱中华拢爱记吼，中华人，你若会吼。免讲去世界佚佗啦，我甲你讲，你中华人行头，我讲你有足好，中华有够水啊！你一乡镇的水伫倒，你讲会出来，咱就诚好。哦，中华有够水吼！啊，伫咧和美新庄国校对面遐，12张犁可见迄个所在吼。你来看到几张犁可见那个地方是平原，毋是迄落无迄落什么高山啦。伊遐上少有60甲地的平原通开垦，才能种田对无？做田。有，啊一张犁摕去做5架田，所以12张犁。啊新港过落去较开有，伊一届我拄到一个迄个边仔爬山的好朋友，我讲啊伊讲伊住18张啊。哦，可见了迄若虽然是一定种爱靠，因老母人家落一直张伫遐张咧18届，18张就是规偌济一张5分5架田，18张做咧90架，可见迄个所在，一片平原不小吼，来张。姓张迄个张就倒羊张，嘶羊声，高羊姜。哦，即款鼻音吼，甲大家讲哦，即个鼻音吼，台语会今日水就是水伫即个鼻音。国语较无像咱台语咧，有鼻音的语言吼，人迄语言学家家研究出来，像法语。法国的话，我是袂晓讲啦。法语甲台语人特别语言，大家特别激励出来讲，法国的法语吼，法国的法语甲台语，甲咱这大陆是通世界上水的语言，就是用鼻音。用鼻音吼，比较罗曼蒂克。真啊，你用国语甲有即款语无啊？无啊，张吼即款无。张相姜过来哦，腰。猫啊，咧猫的猫，敢若是个猫。过来，换，搁换搬，搁换搬。你看到这落啊，你就爱会念。你讲啊，搁是倒？搁就是科啦，就是迄个字迄科啊，吼，就是搁啊。你就爱讲，因为咱之前有讲过，我就袂当搁一个头头搁伫遐讲吼。这就看这就知影，搁换换过来山山甲山有人就用安尼，用这箧去做丝哦，
哦，啉烧酒咯，足爱啉烧酒的，啉酒顾肝啦，啊啉伤多到尾就去顾肝，肝较酸有无？两个共一个韵啊，共一个就是遮，啉酒就顾肝，啉多就顾肝，迄落肝吼，过来哦，肝，哦，你若做歹代，就去互掠去肝，啊，这是较有诶，抽较有诶所在掠去肝，啊，若肝即内底有无肝？啊，咱即内底无记咧吼，因为吼，咱是初学，这抑阁有哦，这可能这鼻文母吼，伊本来是文母啦，本来是啊因为哦，迄文母啊，文母后壁阁加鼻音嘛，加鼻音落去才变做这鼻文母啊，阁加一个鼻音落去这鼻文母啊，咱才讲这鼻化元音有无？哦，伊会看一个才能分道安尼。哦，安尼什么换个鼻化元音安尼，我咱用单纯啦，鼻文母，咱就足清楚，就是文母啊，阁加鼻音，吼，伊后壁阁加一 n 鼻音 n 就是n 是一个符号，是一个符号就是鼻音，就是讲甲鼻腔做音，同时出声音，哦，这都是伊本来这是两个 o 啦，啊都写起来怪怪啊吼，所以省略一个啦。过来若咧讲爱囡啊，迄细汉咧爱囡仔无？这爱囡就这爱囡吼，爱囡，这是爱吼，爱哦，即几个，咱搁念一遍啊，大家毋通惊讲作困难的。你豆念了就有啊吼，啊你若惊讲袂记，你会使摕手机开录音，啊等去搁加听几遍吼，来啊，咱家己10个搁念一遍哦。你做一记号，啊后尾咱再过来学我搁较熟好无吼？啊，过来这吼，声母变文母，这声化文母变化，啊有讲有个人讲哦，这声变韵母，有人讲这正名是声化韵母啦吼。即摆再过来搁一个新的咯吼，这两个啦。声化韵母声，本来这两个咱就学了就好好。这个 M 头做啥？m 对无 ？m 对无？咱顶个读过啊 ？ing 头做啥对无？咱就足清楚的，啊，即摆吼。这两个反弹会摕去后壁的，这伫头前吼，咱伫头前是么？伫头前是对无？啊反弹会摕去后壁，若摕去后壁吼，者声化韵母，啊为声化韵母讲吼，这吼为了讲声变韵母，声母变做文母，声母本来是声母，才变做文母。有人讲声变韵母，有人讲声随韵母。咱即摆课本内底是讲声化韵母，啊有人讲声变韵母，有人讲声随韵母，拢好，两个尔，只有2个。好来，即摆第一个即个这个 M 这个 M 这两个这较特别啦这本来是分分么的么点。本来若声母就好就么就好啊，就加后去变做韵母啊，反弹伊会变做韵母，变做大家讲一下，你别按嘛，按我后来来写按跳舞，若这个本来这个是这 NG 是
喵喵，喵喵，喵喵。哦，这做出来这里吼，看到这里就分到吼。啊，这个吼，这两字吼，咱来这两字啦，这个本来是叫做么？啊，咱伫后壁是叫做啦，吼，啊，这吼变做有母啊，那吼，哦，看到我记得了，听过来这，啊，这个吼，这里本来是好好长啊，啊，伫后壁变做咱咧，迄注音符啊，迄有无？有吼。注音符啊，迄宝宝迄啊，就这两字啊，这两字就是声母，伊吼声母啊反弹会变做有母，去伫后壁变做有母来。咱记咧，你看着足简单，看到你就会了。哦，不会很困难的吼。声化文母，声化文母哦，第一个，本来是好对无？但是伊若是做文母音的时阵，如果他做韵母用的时候，你看，爱无声母哦，干那呢啦？伊这本来是好，即摆就变做文母，做一字就好，吼，来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草啊，咱就去草莓啊，草莓有这草大概把草咱你听无？你都无咧讲台语，当然听无啊。试过是古早迄个高速布迄个，阮细汉咧伫咧交边，野生的迄个这试坡，啊，共款迄类的，但是即摆无人咧试坡，嘛无人咧食，即摆拢足水的迄草你讲我听无，就是你有较会记咧讲，我讲管是草吼，草过来我白嘛迄嘛写就是写有我在字里有啊，甲母亲的母就要共款有无？是啊，毋是啊？毋是，哦，咱是毋是你摕5000块啊？毋是，毋是你话毋是汉语啥？毋是啊，毋是，有我在字里啊，就是安尼啊，第七声甲树共款的，毋是，是啊，毋是，好，过来哦，过来，草，你茅草啊，吗？这样啊，古早你若讲到唔草，我就目屎来，故事若讲透机，目屎就飞回去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无即摆西药房遐侪，嘛有医生遐侪呢。细汉囡仔顾伫庄脚，我细汉顾伫庄脚。迄两个囡仔咧发烧咧吼。唔要紧啦。啊。唔要紧。迄就是唔草根啦，茅草根。阮老母就去迄大道边吼，去迄落去掘啦，去迄茅草就是茅草啦。茅草台语有这唔草，这若有人讲来5人去嘛惊啦吼。对台湾太无关系吼，但是唔草，茅草爱记起来，这是台湾本土植物很重要。唔草，啊掘迄个茅草的根吼，摕来倒来兄弟，哦，你就退热了，退烧了。这个是真，我甲你讲，这千真万确哦，千真万确。啊，以前医生以前吼，之前若较急症吼，迄老病人就安尼吼，古早走过路公里走。所以你做阮伫鹿港边啦，走来到中吼，该走7、8公里，少年啊，安尼啊，有当搁咧落雨呢，透雨落雨嘛，咱病人若要吼，真正是安尼啊，来甲医生管弄问呢，吼，较无吼，即这唔草吼，来，咱即摆看第8啊上底的遐有无？有吼，即几个看到尾咯，草毋是唔草好，第5声吼，咱以前的媒人哦，这唔人哦，古早吼媒人啊，媒人部啊，你怎讲媒人对无？啊，迄个最后才咧讲，我古早无咧讲媒人啊，哦，这唔人。
话古早咧，家话就咧看心情。家话家庭人唔出名就是他不走出客厅哦，他没人不出气的。啊，即摆讲这媒人对吧？媒人啊，古早讲人哦，足侪事拢无去咯。你咧坐迄计程车，古早讲这啥？计程车是最贵啦，你这少年不屁吼。古早无咧计程车啦，古早无计程车这三个字啊。我在乡镇。这海啊，海啊，对吧？啊，个讲这大车啊，我听着无？大车啊，大车啊，就不会受不影响大车啦。啊，我听着讲这太古收啊。哦，啊，以前个迄咱人生病去爱甲伊上部 X 光检查台，X 光台医来看，照电光好啥？阮老爸拢讲照电光眼。哦，恁导演。啊，以前你讲爱个。恁导演你正哩。阮老爸，领导。开始做头啊，迄20年做日本人，过一次才变中国人。嘿啦，台前14年出世的，台前14年，即马自从咱改了换台了，无共改做民国14年，我咧笑，迄阵中国看来改管着台湾，讲共一寡迄台前14年，连迄个规年拢共改改做民国14年，民国14年台湾甲中国牵起来呢，牵起来听有无？无关系对哇。哦，阮老爸过一次全变中国人，我爱笑，我早到日本人就好，哦，啊，所以以前伊是日本人，吼，日本人，以前咧讲都是不影响真侪吼，哦，阮老爸上爱听垃圾听有，即摆讲这收音机，国语收音机啊，你就照收音机3年讲，讲收音机，古早阮老爸无咧听收音机，听垃圾哦，是咧听垃圾哦，吼。若要食沙西米，就问啥？你讲台湾人哪咧讲迄甲台语，迄就是台语啊。台语就是真厉害，就是吼，因为咱对189吼到194吼，咱就日本人管，所以日本甲咱统治前后51年，中间真侪日本的物件灌入来咱台语内底，啊，咱台语是当初一块海绵，伊吸收啊。吸收真侪好的物件，甲吸收了，就是讲日本好，日本无食饱，日本咧检查了上歹的，代志咧做歹咧，你若做歹代志哦，共偷摕物件是啥吼？所以先逐个真管会去互警察拍死讲，啊，所以逐个听到警察代志吼，哦，拢惊阮细汉的时阵咧爱考吼，规日考派出所来啊，派出所来啊，派出所是啥？啥物话讲？派出所就是派出所啦。啊，伊就为咧以前的人读册读较无少。伊就迄派出所就是检查吼，哦，你来惊着派出所是啥物物件？派出所来啦吼，我讲这诚实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啊，咱台语吼，我因为我应该是，咱就讲签到这也是交代讲教罗马尼，蛮讲我汉语啦吼，因为咱罗马尼上爱听说，无这人去讲这做趣味的吼，趣味。我讲对这句我讲咧，人讲故事讲透机吼，学使飞回去吼。讲咧足侪3年3日吼，讲袂了就太侪吼，台语真趣味吼。即个皮肤母，伊个皮化原因你会使甲暂时甲画掉，但是皮肤母爱较难受啦。啊，无我咧落去，啊，即摆这若说声化文母，也是声随文母，也是声白文母，拢有人讲。你下班去看册。你下班搁去外围看者，哦，人家讲声变声母变文母，声随文母，拢有声化文母，人咧无会形词随来人好啦。较简单两个，一个或者一个或者吼，啊，即摆讲搁落迄个哦，过来，哦，这吼，饭，而且有人吃饭个无？食饭你有食饭无？食饭就即个饭啦，饭啦。啊，咱咧台中教育台啊，台文系迄个提出伊或者饭疗饭教授啊，试饭啦吼，饭啦吼，过来羹天羹啊，羹，来，大家缀我念一遍，饭，羹，汤，生，啊，剩这就较简单，这伊就是汤，咱这注音符号这共款，啊头啊这个。这你著甲记啊，啦，吼，这两个吼，我感觉较简单。伊若是
是伫后壁，吼，伫后壁，伊本来迄个胭脂啊溪头前啊，吼，啊，但是伊即摆这甲摕到后壁，然后即款人拄到即个情形，伊声母煞变做文母，做文母连安。好，啊，到遮大家听有无？会花袂？到遮大家知道啥物问题无？这一般是做差不多12摆上课，上了12摆。为了讲咱遮大家素质拢真好吼，4摆就好，大家活较紧。坐人本来是坐火车是坐这个大巴考个区间车对无？但是坐平快车，即摆也有咧平快车，有咧区间车。我讲这区间车啦吼，区间快车，区间快车啦吼。伊讲下较紧就坐本地的啦吼，我咱知，所以咱就讲要4摆就结束，所以我会当讲啊足优的，而且会当大家讲高级吼。然后有问题欢迎你转去咯，你转去厝的路厝啊中过吼，你家己看有啥物问题，随时大家来参考吼。对。啊，这大爱看委员这边伊啊，所以我就来吼，若伊若感觉规矩我就来安尼吼。我有带上我钱来吼。咱应该各位嘛差不多啦，吼，到现在吼。过来这咯，过来这哦这鼻音文母，所以讲了，唔知你会会袂？这是同时出生，即摆这这鼻文母是到尾啊，就是讲伊喙甲鼻仔做阵出声，哦，啊，即摆这是到尾啊，干那鼻子的声，即摆这吼，到尾啊剩鼻音尔，吼，迄即摆咱我讲会使讲足简单的啦吼，上头啊，咱讲啊开始，啊就是 A 啦吼，啊后壁这个嘛，这着啊到尾啊剩迄个啊全有问题嘛，到尾啊剩迄个鼻音尔，对，吼，无听看卖，咱后下搁学吼，过来，平安的安，我再两个擦掉，大家莫嫌费劲啦吼，你莫嫌费，较大伊就大。你从头是 A 开始，到尾也是，这个是嘛，变做起来，2个就是啦，是吧？过来变做这头我讲 N G 是啥 ？N G 是5对，变做迄鸡鸭哦，鸡鸭变做是鸭，鸡鸭吼，鸡鸭是这鸭哦。所以咱以前有一个饭店有这红金珠无？大家拢叫我嘛红金珠，我照讲是红啦吼。过来用伊开始饮水哦，饮水。欠药啊。应该是安尼。但是就爱尊重伊本人哦。伊本人伊兜人甲叫汪，你就爱甲汪。比如讲谢长廷有无？谢长廷哦，
有的人讲这写着有的食着有的，哦，四节啊，这个食等，好食歹食食等，爱是食等。有的人是讲食，有的人是食，看因兜因拢安怎叫，吼，要尊重迄个本人啦，吼，尊重本人。过来音，过来音，音啦吼，音有伊吼，安怎音，啊过来音。从来音吼，过来音，音低啦，低啦吼，以前爱音低音音，好，咱咧唱音啦吼，音。阳他说是啊，阳沙托是。阳是安尼，漳州叫是阳托，哦，无阳甲，啊，咱遮有讲无阳甲对无？阳啊，我做这阳人要写个阳，阴就讲无阳，阳，哦，嘛讲中央。中央的央。中央。阳，这材料我来念关键啊，中央，吼央，这嘛是你嘛袂着，啊无中着的话，紧嘛大概啦，温，大概哦，得温啦吼，湾，台湾，湾，这汪，啊过来，伊本来是两个乌啦，啊两个乌相做阵吼，要两做阵，你就乌省略啦吼，是啥？有多一个是乌的，这里嘛是读做乌嘛，这有的读做，有的甲暗起来，有的所在讲甲暗起来，啊一个讲甲往起来，好无？这口音无共款啊，这拢有人啊，搁无这个，ONG 有啥？这汉字吼，翻到同一字，搁有翻读音哦。我同我讲交破音，啊为的是就是交破，为的是地方 Q 无共款，哦，宜兰 Q， 哦，平湖 Q， 关庙 Q， 关庙的 Q 吼，台南有一个关庙，你知影无？关庙 Q 吼，哦，迄吃甲丝拢分袂清楚啦，哦，你暗时吼有咧煮菜吼，煮菜，迄菜拢讲晒菜啦吼，啊去菜市也袂晒，吼，有一个老师就去迄家庭访问啊，问小朋友讲，啊你妈妈咧？阮妈妈无伫，恁妈妈去倒？阮妈妈去菜市仔去买红菜，去买红菜，买迄红菜就芹子啊。红菜就是咱咧芹子啊，咱咧红菜咱放在球啊对无？啊袂说伊放这红菜，去菜市仔吼去买红菜啦吼，去买红菜，搁买一个人参吼要水果，人参要水果，人参讲真种叫做水咧一世人，要人参啊，人参足用，人参跳舞，人参就是蒸笼啊，蒸笼要蒸那个包子，蒸什么年糕啊。啊，人参要水果啊，伊咧吃甲丝吼，分袂清楚啦吼，搞不清楚吼，所以每一个所在抽较无同吼。咱这最少要练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5、15个。啊，伊到尾啊，注意哦，伊到尾啊吼，这片，哦这片
上尾啊，咱头拄仔是同时发音，头拄仔迄个，吼，头拄仔咱迄片韵母吼，大家看第八页迄个啊，迄啊吼，迄啊、伊、诶、乌、爱、影、样、妖、换、换，迄个向个喙甲鼻子的声无定，即摆这到尾也是，这开始到尾这个结束，这煞无去，哦，从这个到这个到尾也是吼，开始，到尾也是用迄个向个结束，哦，结束，到尾也剩迄个鼻音，最后只剩下这个鼻音哦，对。这到尾无去哦，歹势啦，这就是你若要读往嘛对啦。但是你若是，伊这我看到讲有迄个高破音嘛，伊把它读往啊，一个老翁，哦，80老翁，一个80岁老翁，80老翁，哦，生意主啊，他哩言开。无主尔，迄一个老翁，一个老翁，就爱读做老翁，老岁仔人老翁。哦，就是你讲要嫁人，你讲翁同志，是无？翁是有4字，毋是翁是1字吼。我写你是翁好，这是1字，我写你翁你就拢有好了。要嫁翁是1字，翁对，翁吼翁，要嫁翁吼，翁。这是啊对，这是对，到尾迄啊煞无去哦，迄到尾啊煞无去，变尾啊迄个老尾啊，即声就好，这伊这对，到尾啊变做这是有暗嘛对，这是这对啦，烟，这个对啦，这这叫哦，这温，到尾剩这个音，尾啊这个鼻音较老的，这弯。这汪，这翁，这翁啦吼，这翁。迄汉语就是纯汉语用法，安尼吼，若要用汉语法这个字吼，佫有反头法啦吼，佫有反头法。来，咱就再佫念一遍咯。咱就这10个念一遍吼，下件后回要讲入声，后回就是要讲10页番入声吼，后回再讲，就该讲伤多，你大家要出面头讲吼。你大来，咱即马就再佫念一遍咯。开始由从头第一撮，歌安干，歌安康，诗安山，过来安尼哦，保安班，歌安干，诗安山，过来保安班，歌安当，诗安山，过来音的吼，歌音金，歌音金。
德英玲，德英丁，施英星，再来央吼，德央点，德央添，德央廉，再来烟的吼，德烟偏，德烟坚，施烟先，再来央的吼，德央亮。滋阳香，滋阳香，过来用的吼，德阳中，滋阳中，滋阳凶，过来温的吼，温，二温温，二温温，过来弯，二弯端，四弯酸，四弯砖。过来汪的吼，汪就是汪来汪去啊。迄囡仔拢唔读册哦，一讲安尼汪来汪去，干人汪来汪去，到处到这农幼链就对啦，汪来汪去，迄汪足歹写吼。但是你若要考教育部的认证，汉字就要写这样吼。啊，迄个亮有无？亮 L I A 一亮就是电话的亮，就是一亮吼。过来上尾，翁吼，施翁松，林松的松的吼，人参高过来，过来翁，翁起来，过来翁，无翁翁，特翁通，施翁松，这松是有原因的，咱只武器有人，你头拄一个什么人名，有一个三个。你吼，那就是松。啊，你若是高化音、白化音，就是生在药、生在药，讲即个字哦。啊，有文言音、白化音。比如讲下雨的雨有无？落雨，落雨。啊，你若雨水哦，这雨水咱有24个节气雨水哦，这雨水，吼雨水。到遮大家各位对无？有问题请你举手无？啊，咱后回，我无出作业吼，我应该出一作业。我比较有责任，讲这老师有经验。你别干，我说要处理，你有效。我来干来干看，我就是跟伊练习啊。跟第二个练习的做音就是吼，把做念看卖，啊，上好是写一遍，就是讲。啊，伊我刚写这就好，这有这嘛这10个对无？10个写一遍吼，啊，搁声化文2个写一遍吼，啊，搁这15个音，吼，音准写安尼，下尾啊第9写一遍就好，吼，啊念安好。好。啊，咱后回咧上，有声，我来讲哦，语音吼，就我讲语音是。台语的特色哦，全世界有超过6000种的语言，咱台语是排前，排世界第1名啦，吼，就是排前5名啦，真正足好的，因为内底有鼻音，啊，过来就是，我一个特色就是，入声，入声，咱后来要讲入声吼，啊，入声一定爱来听好，吼，你听到就啊，入声就话就困难啦吼，好。安尼咱今日就到遮，啊，我祝大家